中獎係一件好開心嘅事，但係對於唔熟悉稅務嘅中獎者嚟講，係唔係需要繳交稅款係一個常見嘅問題。根據香港稅務局嘅規定，中六合彩嘅中獎者係唔需要繳交博彩稅嘅。香港嘅博彩稅制度相當獨特。博彩稅係針對舉辦博彩活動嘅公司徵收，而唔係針對中獎者。具體嚟講，博彩稅涵蓋咗賽馬投注、現金彩票活動、如六合彩、獎券活動或者足球比賽投注嘅淨投注金收入。因此，中六合彩嘅中獎者唔需要擔心因中獎而產生嘅稅務負擔。雖然喺香港中六合彩無需交稅，但係喺其他一啲地區，例如中國內地，大額彩票獎金通常係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嘅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士奇。